很重要。点餐之前询问你的朋友或是客人喜欢吃什么，是一种很有礼貌的行为哦。它的客家话发音也很简单，注意听哦。好食物嘅，好食物嘅，好食物嘅。你喜欢吃什么？是不是很简单呢？我们赶快来看看怎么运用这句话哦。走。好食物嘅。没有，这么特别啊！这么早可以看到你，而是谁吃早餐哦？对啊，我超久没有早起了，想要吃一顿丰盛的早餐。那就一起吃早吧。好啊，那我们就一起去吃早吃早餐，走。这边中西式都有哎。好食物嘅，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中式的。中式的，好啊，那要什么？那我要一份葱油饼。葱油饼。和一杯 Tailnen 豆浆。对。那换我，我要来一个汉堡，然后加上一杯 Tailnen 豆浆。来，这是你们的早餐。安之噻。Tailnen 豆浆跟汉堡，真的懂浓厚深，很香，很好吃哦。真的懂厚吃。赶快吃！哇，今天吃了好吃的早餐，也学习到一些实用的客语，都记清楚了吗？那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。复习词典：吃早餐，吃早，葱油饼，葱油饼。你喜欢吃什么？好食物嘅，好食物嘅。豆浆 ，Tailnen，真好吃，懂厚實。行真嘢客家 B&B， 本人睇架，向下嚟講客家話。开了！民以食为天，吃饭皇帝大。吼吼！今天要教大家这一句话是日常生活常常会用到的一句话，听好喽。今晡日上食物嘅，今晡日上食物嘅，今晡日上食物嘅。今天想吃什么？这句话很重要哦，我们赶快去看看怎么运用这一句话。走。今晡日上食物嘅。12点喽，肚脐哦，肚子饿，爱吃猪，要吃午餐喽。小朋友，嗨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好，想抽？抽2味。好。今晡日上什么嘅？今天想吃什么？会是面还是饭？好，决定了。本来一碗面，一盘豆腐干。哇，好香哦！啊，吃饱了，好好吃哦！记得哦，下次到面店的时候，可以好好的秀一秀你们的客家话。再听清楚哦，一碗面。一盘豆腐干，一盘豆腐干，下次记得好好的运用哦。那现在我们再来复习一次。复习词典：肚子饿，肚脐，吃中饭，是猪。今天想要吃什么？今晡日想食物嘅，吃饭。吃饭，吃面，是面，谢谢，按字 C。行真嘢客家 B&B， 本人睇架，向下嚟講客家話。开了！
班了，独自一个人好无聊哦，想要找个人一起吃饭，顺便联络一下感情。这时候呢，会出现一句话：今晚一起吃饭好吗？听清楚喽，安不呀，穷哈是呀好么？安不呀，穷哈是呀好么？安不呀，穷哈是呀好么？听清楚喽，赶快去看看怎么用这句话。走。安不亚穷哈是呀后么？耶，收工了，好好庆祝一下。哎，米儿，晚上有空吗？安不呀穷哈是呀后么？晚上一起吃饭好吗？这一堂一吃，安不呀穷哈是呀后么？晚上一起吃饭好吗？Q 哈是鸭，怎么了？嘎行哦，对我那么好。哦，你这样讲很糟糕呢，感觉好像我很小气一样。我不是嘎行加薪，我跟你讲，我是中乐透，所以要请你吃饭，这样周得吗？可以吗？好啊好啊，那我们一起去饭店吃饭吧。不用去饭店饭店，我跟你讲，有一家蠢堂餐厅很好吃哦，我带你去就可以了。好啊好啊，那我们一起去吧。走，东西赶快收一收。下次要约别人吃饭的时候，就可以使用这一句话：安不呀，穷哈是呀后么？晚上一起吃饭好吗？那今天教的单字都记住了吗？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复习一下。复习时间，晚上一起吃晚饭好吗？安不亚穷哈是呀后么？安不亚穷哈是呀后么？加薪，嘎行，嘎行。可以吗？做点么？做点么？饭店，饭店，饭店。餐厅，蠢堂，蠢堂。行真耶客家 B&B， 本人睇下，鄉下嚟講客家吧。快了！没错，这里就是超级市场，在这里有好多东西买，好多东西可以吃哦。你一定会有机会跟你的家人朋友聚会吃饭啊。当对方好热情的准备了一顿丰盛澎湃的大餐之后，你可以说这一句话，听清楚喽。亚船很澎湃哦，亚船很澎湃哦，亚船很澎湃哦。这餐好丰盛哦！刚好今天呢，我要跟我的朋友聚会吃饭，刚好我可以在超级市场打点走。亚船很澎湃哦！这一次的聚会呢，轮到我们两个准备澎湃丰盛的一餐来招待米儿。没错，那你知不知道米儿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鸡肉。有了鸡肉，鸡肉就可以做鸡酒、鸡酒。好，放起来。那买完了肉要买青菜。雨儿啊，要买什么青菜？我喜欢吃高麗菜。高麗菜，高麗菜。对。还有呢？再买一些萝卜类好了。萝卜嘞啊，在这里，萝卜嘞，萝卜。那这样子呢，有了这些，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做鸡酒、鸡酒，然后再炒一盘高麗菜，高麗菜，再煮一锅萝卜汤、萝卜汤。哦，这样基本就很多了哦。复习时间，丰盛，澎湃，澎湃。雞肉，雞肉，雞肉。雞酒，雞酒。雞酒、高麗菜、保麗菜、保麗菜、蘿蔔、蘿蔔嘞、蘿蔔嘞。這餐好豐盛哦，亞船很澎湃哦，亞船很澎湃哦。行真耶客家 B&B， 本人睇下，鄉下嚟講客家吧。名人
会客室명인共학파，欢迎大家今天的收看。那今天呢，在节目里我们邀请到这位名人很厉害，他会很厉害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姓姚。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的暗讲给西亚莫耶漂亮女生姚彩颖，欢迎。哎，姚彩颖是客家人吗？不是啊，那为什么会说哈嘎发说这么好？我看你的节目啊，哦，真的啊，所以看节目真的可以学哈嘎发哦。真的有看，那我今天要让考试一下哦，好不好？当两个人见面的时候，这时候要说什么？以后吃饱嘛，哎呦，真的有学。以后吃饱嘛，就是你好，吃饱了没？那如果要回家要跟人家说再见、拜拜的时候怎么讲？张来了，很厉害哟。那好，最后那既然这样，我要考你什么呢？那本节目本节目播出的时间，礼拜一到礼拜五，大念哦，还有当念出现，大念就是每天的意思，真的很厉害，有准备好。既然这么厉害，那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复习一下，好不好？见面的时候要说什么？以后吃饱嘛，以后吃饱嘛，你好，吃饱了吗？再见呢？张来了，哎，张来了，再见。那每天呢？每天大念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谢谢姚彩颖，谢谢张来了哦，很自在。那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的复习时间。复习时间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吃饱没？吃饱嘛，吃饱嘛。再见，张来了，张来了。每天，答应，答应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快了！嘿，当你要跟别人形容一种游戏、事情或运动很好玩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这一句话：呀，真件懂好教，呀，真件懂好教，呀，真件懂好教。这真的很好玩。比方说，如果你喜欢玩我手上这个呼啦圈的话，有没有？你就可以跟人家说。呀，真件懂好教，这真的很好玩。今天呢，我要带你们去体验一个很好玩的游戏，一起来去看看。走。呀，真件懂好教。门没锁，自己进来。哎，稍伟在玩什么？好像好玩哎。哦，我在玩现在最流行的天通电动。就是喂呀！我跟你说，呀，真件懂好教，这个真的很好玩哦。哇，是喂耶，我也好想玩哦。里面有哪些游戏啊？很多种啊，像是妙 Q 网球、保龄 Q 保龄球，还有赛车。总之，呀，真件懂好教，这个真的很好玩哦。哇，哎，好多，我每个都想玩哎。那我先玩运动类的妙 Q。妙 Q 网球，好吧，来，那我来帮你设定哈，来，这个给你。好，那我们来比赛啊。好，来比啊，来比啊。嘿，嘿，哦，又没接到。耶，我赢了，杨静赢懂好够。对，呀，真件懂好教。好，大家都记得我们今天教的单字了吗？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喽。复习时间，电动，天通，天通，这真的很好玩呀！真件懂好教呀！真件懂好教。网球，妙 Q，妙 Q，保龄球，保龄球，保龄球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快了！通
通常约人家去逛街、看电影、吃饭、出去玩的时候，你一定会用到这一句话，听清楚喽。马给时间卡有喊。马给时间卡有喊。马给时间卡有喊。你什么时候比较有空？因为这样呢，你才可以知道对方的时间是不是可以跟你配合，你才会约到人呢。今天刚好我要约我的朋友去看电影，所以赶快跟我去看看我是怎么运用这一句话的。走。马给时间卡有喊。哦，都无聊，好无聊啊！约约去看电影。喂，鱼儿，我善维啦，我想要约你礼拜天去空天养看电影，怎么样？礼拜天要空天养哦，不行啦，我跟我妹妹约好要去球睡了。啊，要去球水游泳，那明天嘞？明天不行，那后天嘞？后天我跟我朋友去逛街。哦，你很忙呢，那你到底马给时间卡有喊，什么时候比较有空？给时间卡有喊。马给时间卡有喊，什么时候比较有空？哦，你不要再了啦，那我帮你决定好啦，那就拜六安补，礼拜六晚上。可以啊。那就拜六安补，礼拜六晚上见喽。好 ，OK， 拜拜。拜拜。Yes， 约到喽！复习时间，好无聊，懂无聊，懂无聊。看电影，看天样，看天样。游泳，球水，球水。你什么时候较有空？马给时间卡有喊。马给时间卡有喊。星期六晚上，拜六安补，拜六安補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吧。快了！在路上遇见一位很久不见的好朋友，是一件多么令人开心的事情啊！这时候你可以用这一句话哦，听清楚喽。很久冇看到，你好冇？很久冇看到，你好冇？很久冇看到，你好冇？这么久不见，你好吗？我们赶快去看看怎么用这一句话哦。走。很久冇看到，你好冇？你不是那个。哦，忘记了，我是你的高中同学小博。啊，对啦，小博。哦。很久冇看到，你好冇？当然好啊。哦，这么久不见，你还好哦？OK。哎，我记得你不是在内湖科学园区上班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没有，我早就已经辞条路辞职了，已经不在那边工作了。啊，辞条路辞职了？那你现在做什么？我现在自己开店做生意啊。哦，这么厉害，自己做生意做生意当老板哦，这样很好啊。没有啦，谁省离做得去而已啦。干嘛那么客气，那么谦虚？谁省离还小生意嘞？当老板就已经很厉害了。没有啊，对，我待会跟人家约在那边，你有没有电话留给我？你电话没有留到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有喊，中打这次电话给我哦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张磊撩啊。张磊撩。张磊撩，再见喽。拜拜。记不记搞嘅客家话都记清楚了吗？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。复习时间，好久不见，你好吗？很久冇看到，你好冇？辞职，辞條路，辭條路。做生意，做生意，做生意。有空，有閒，有閒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吧。
你要去哪里？这是一句疑问句，也是朋友之间，可能你走在路上突然遇到你的朋友的时候，一个很礼貌的问法。你可以问他说：“你要去哪里呀？”有没有？常常会用到，在客家话是这样的，听清楚喽。你爱去哪里？你爱去哪里？你爱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还蛮简单的，记清楚喽。常常会在日常生活中用得到。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怎么运用这一句话。走。你爱去哪里？哎，雨儿，你一个人在这边干嘛？哦，尚伟，在这边真的太好了，我迷路了啦。啊？哎，你知不知道忠孝东路怎么去啊？忠孝东路，哎，小姐，忠孝东路那么长，我怎么知道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哦，我要去忠孝东路的百货公司啊。百货公司，百货公司。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坐巴士还是要坐捷运啊？要坐巴士还是坐捷运？要坐公车还是坐捷运呢？啊，那这样好了，我说一次，你听清楚了哦。你呢，首先到前面那一边去坐巴士、坐公车，然后坐到台北火车站、台北火车站，好，然后下车之后去转捷运、转捷运，坐到忠孝复兴站。之后下车就到你要去的百货公司喽。那我重复一次哦。我先到那边去坐巴士，坐巴士坐公车，然后坐到台北火车站之后呢，再转捷运。对，转捷运转捷运。这样就可以了吗？没错，这样就到你要去的百貨公司喽。安子生。复習時間，你要去哪里？你愛去哪里？你愛去哪里？百貨公司，百貨公司，百貨公司。公車，巴士，巴士。捷運，捷運，捷運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蝦嚟講客家話。名人会客室，名人讲客家，欢迎大家今天的收看，一起来学客家话。今天要邀请的这位名人，又是一个安讲的西亚模样，很漂亮的女生，而且她的胸用动果有这么高，好不好？我们赶快来欢迎这一位王颖平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王颖平。很厉害呀，也会说客家话，自我介绍呢。一点点。为什么你也会讲客家话？因为每天都有在看节目。他口口流哦，真的可以边看边学，对不对？真的学到很多。像是姚彩颖有来过，她表现的还不错，很周的。今天呢，给文业，我们再看你的成绩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首先呢，比方说我看到你哦，给妹做按夹。按字 C， 按字 C 就是谢谢对方对你的赞美就对了，按字 C 好。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承蒙你的照顾该怎么讲？承蒙你。对，承蒙你就是承蒙你的关爱，承蒙你的照顾都可以用这个。那现在的人呢会把这个承蒙你谢摆在一起，所以就会讲承蒙你。按字 C 摆在一起，但还有另外一种，就从比较接近国文、国语这样子，就是感谢，怎么讲？感谢。没错，感谢。那这三个都表达谢谢之意。那如果走在路上，万一你不小心撞到一个人，这时候要说什么？拍 C。很厉害哦，谢谢。按字 C。接下来我们来复习。复習時間。谢谢，按字 C， 按字 C。承蒙你，承蒙你，承蒙你。感谢，感谢，感谢。不好意思，歹勢，歹勢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蝦嚟講客家話。你会
会说客家话吗？你听得懂客家歌吗？这么优美好听的声音，如果你不会听也不会讲，那就跟不上流行了。所以你上好客家冇，你上好客家冇，你上好客家冇。你想学客家话吗？赶快来看看今天在哈口语口流要教大家什么样的客家话呢？走！你上好客家冇？哎，米儿，喊大兵哦，这么认真，你在干嘛？没有啦，刚在转广播的时候，刚好听到客家广播，客家广播在播一首客家歌曲，很好听哎。是吗？怎么唱？就是那首啊。来港一冲山歌哦，你很内行呢。我跟你讲，客家话不止说的好听，唱的也很好听。像山歌，山歌呢就是一种很传统的音乐表现方式。现在还有更厉害的哦，客家歌舞剧哦。很棒哎。看你这个样子好像很有兴趣哦。你上好客家冇？你想学客家话吗？想啊。可是会不会懂难，很困难啊。现在管道很多啊，你可以在广播上学，网络上学，或者是自己看书也可以学。但是最简单的就是打开电视看哈口语口流，就可以轻轻松松学会哈发了。那我要认真学习，一定要学会哈发客家话。等你学会之后呢，你说给别人听，然后到时候人家就会说米儿很傻屁，就是米儿很神气哦。那你来当我小老师啊？好。复习时间，很认真工作，喊大兵，喊大兵。客家话，客发，客发。你想学客家话吗？你想学客家冇？你想学客家冇？山歌，山歌，山歌。困难，懂难，懂难。很神气，喊傻批，喊傻批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 分享大家跳下嚟講客家吧。通常呢，你认识一个新朋友，或者是你对于一个你想要更加了解的人，你会好奇他到底今年贵庚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讲这句话，听清楚喽。你今年几多歲？你今年几多歲？你今年几多歲？你今年几岁？这一句話呢，可以让你更了解对方，好不好？我们接下来看看这句话怎么使用。走。你今年几多歲？哇，好早哦！哦，一大早公园就按闹捏，这么热闹啊！我以为我这样已经算很早起了呢，没想到这些人比我更早起。哎，那边有一个阿伯，我们过去看看阿伯在做什么哈。阿伯做，按做弟弟啊，做马给这么早在这边做什么啊？哦，这叫运动，打太极拳，跳舞。啊，运动，运动，打太极拳，打太极拳，还有跳舞，跳舞哎，阿爸，你看起来懂天空，很健康哎。你今年几多歲？你今年几岁75歲。哦，75歲，75歲，看起来还这么健康哦。那我懂了，所以我们要跟阿爸一样，每天来这里运动运动，打太极拳，打太极拳，跳舞跳舞，就可以像阿爸这样子健康，像年轻人一样。让你继续，阿爸你继续运动好不好？我在这里陪你哦。复习时间，你今年几岁？你今年几多歲？你今年几多歲？真热闹，按闹捏，按闹捏。做什么？做马给，做马给。跳舞，跳舞，跳舞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 分享大家跳下嚟講客家吧。哈，開課了！哈，開課
哟，又到我们学客家话的时间了。你们都很乖，有乖乖坐在电视机前面学。那今天呢，要教给大家这一句话，比较复杂一点点，但是你一定有这个经验。比方说，你要去找某某某，或是某某某的儿子、女儿、老婆等等等，你一定要会这一句话，听清楚喽。哪个嘿行来的？哪个嘿行来的？哪个嘿行来的？哪一位是他的儿子？比较难一点点，不过没关系。我们透过接下来简单的一些剧情，让你们更了解怎么运用这一句话。走。哪个嘿行来的？哎，雨儿，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你的毕业纪念册啊。哦。你知道我进学校的时候啊，你听说老师的儿子就是现在当今最有名的歌手哎，重点是，他还是你的同后哎。怎么可能是我的同好，也就是我的同学？所以你说的这个人，不但跟我念同一个小学，而且还是我的同学同好。可是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是我老师说的呀。那你找这么久，有请到吗？有找到吗？哪个行来的？哪一个是他儿子啊？还没耶。哎，为什么你们每一个长得都一样？所以你要慢慢的请，慢慢的找。哪一个行来的？会了吗？下次呢，你要找某某某的时候，就可以用这一句话。记得怎么用这一句话哦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。复习时间。小学，小學，同學，同學，有沒有找到？尋到冇？哪個是他兒子？哪個係行來的？哪個係行來的？行真耶客家 VMP， 本人睇架 Q 蝦嚟講客家話。开课了！现在的人不管上班下班，不管在家或是出门，你一定不能没有这个，就是电话，因为这是人跟人联络的基本方式，所以你一定要会这一句。当有人问你的电话号码几号的时候，你要这样说，听清楚喽。爱嘅天花号码黑，爱嘅天花号码黑，爱嘅天花号码黑。我的电话号码是几号？我们现在赶快去看看怎么运用这一句话。走。哪个天发号码黑？喂，请问是球儿吗？我是啊。哎，少伟，你干嘛讲话这么客气呀？球儿，我不是客气，因为我的手机电丢掉了。啊，你是在讲笑话吗？我不是在跟 sale 开玩笑，我的手机是真的电丢掉，我有多潘的舍不得啊！哎呦，算了啦，你就当做是花钱消灾好啦。潘的舍不得也没办法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嘛。也对啦 ，Q M 去，新的不来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破财消灾，只能这样想啊。那你手机掉了，里面电话簿不是也都不见，这样不是很麻烦？对啊，所有电话都不见啦。爱给天发号码黑，我的电话号码是938，好，我记住了。球儿，如果有人打电话问你啊，说找不到我啊，你要跟他讲说我的手机掉了，他们打电话到我家。爱给天发号码黑，我的电话号码是。哎呦，我知道你家电话啊，我手机又没掉。哦，好，那麻烦你哦。好。复习时间。掉了，跌跌，开玩笑，讲笑，舍不得，潘得，我的电话号码是，爱给天发号码黑，爱给天发号码黑。行真耶客家 VMP， 本人睇架 Q 蝦嚟講客家話。名人会
会客室名人国客吧。今天要来到我们会客室的特别来宾，都厉害，大家就懂厉害，都很厉害。但这一个很厉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有发电机、发天机之称哦。大家的电力有多强？我们赶快来欢迎殷晴。果然不一样，电力超强，请坐，呛手。这跟之前的你那一些同事来啊，比较不一样，你真的电力比较强一点。谢谢。真的，然后我跟你说，今天来到这里要秀的是客家话。没错。好，通常呢，人家问你是哪里人，会说你嘿哪边人，你是哪里人？然后我就会回答乃嘿苗栗人，我是苗栗人。那我如果问你说你嘿哪边人？台北。台北人的意思喽。那你出国啊，比方说要走秀啊，这么多国家，你最喜欢哪几个国家？我喜欢日本。日本，还有呢？法国。法国，还有呢？美国。美国，这3个国家你都很喜欢，对不对？对。OK， 那殷琪呢学了客家话，你出国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客家话，因为到处都有客家人，可以把这些客家话跟大家分享。我还顺便教一些外国人客家话。那你要首先你这个日本国。法国。日本。美国，对，这样子把它学会，你就可以教大家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谢谢安子生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好好的复习一下。复习时间，你是哪里人？你是哪边人？你是哪边人？我是苗栗人，我是苗栗人，我是苗栗人。台北。日本，法国，美国，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鄉下嚟講客家話。我最喜欢到超市里买东西喽，因为超市里什么东西都有，你可以一次把它买齐全。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会用这一句话，注意听哦。我爱买，我要买。我要买什么呢？你把它接在后面就可以了。比方说我要买牛奶，我爱买牛奶。我要买沙拉油，我爱买沙拉油，这样就可以喽。我们赶快去看看怎么用这一句话，走。我爱买。球儿，我跟你讲哦，买东西一定要超市，因为这里什么东西都有，而且还比较便宜哦。真的吗？那你今天要来买什么？今天我要买牛奶三明治。哎，那你有没有顺便要买一些什么？啊，我妈妈叫我买一点肉类回家哎。肉类，哎，刚好这边有很多种啊。你要买鱼肉，还是猪肉，或是牛肉？那鱼看起来好新鲜哦，你帮我拿一条好不好？1条鱼，还有嘞，要不要买一些猪肉或是牛肉嘞？啊，好，来个5斤牛好了。5斤牛肉，哎，你买5斤的牛肉要做什么啊？我们家很爱吃牛肉啊，没看到我都这么强壮。对，那你们做出来的牛肉料理一定很赞哦。到时候通知我一起来吃你的这个5斤牛肉煮出来的料理。当然可以啊，随时欢迎你。OK。复习时间，我要买，我爱买牛奶，牛奶。鱼，猪肉，牛肉，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鄉下嚟講客家話。现在呢，
呢，买东西一定要杀价，越便宜越好。但是注意喽，有一句话你有没有听过？听清楚喽，便宜莫后波，后波莫便宜；便宜莫后波，后波莫便宜；便宜莫后波，后波莫便宜。就是便宜没好货，好货不便宜。杀价没关系，但是对于价钱，你可能要知道很贵、很便宜该怎么讲呢？注意看看我们今天的教学就知道了。赶快去看看怎么讲这几句话，走。便宜莫后波，后波莫便宜。哎，球儿，这里超多衣服的，你慢慢挑。我跟你讲，很多件都不错哦。对啊。哇，这件衣服懂贵，好贵哦！外面刚刚那边一件才100块，懂便宜，比较便宜耶。哎呦，球儿，他先挂回去。我跟你讲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便宜莫后波，后波莫便宜。便宜没好货，好货不便宜。因为啊，在外面呢很容易买到假货、假货，而且可能做的一模一样，所以去外面买东西一定声音要小心一点。对啊，像我以前就常常被黑心商人欺骗，买到黑心货，用就烂掉了。所以买东西一定声音要小心。像你这种傻傻的，很容易被体贴欺骗。哪有，我很聪明。聪明，好，那你赶快挑，赶快挑。复习时间，很便宜，懂便宜，懂便宜；很贵，懂贵，懂贵；便宜无好货，好货不便宜；便宜莫后波，后波莫便宜；便宜莫后波，后波莫便宜。假货、假货、假货要小心。生意，欺骗，体偏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鄉下嚟講客家吧。日常生活中呢，我们常常会遇到要算什么东西，算什么东西。算这一个字，算好不好？比方说，算钱，算有几颗糖果，算有几粒糖哎，算账，算丝。但是今天我们要教的是算钱，所以要听清楚这句话喽。爱会算钱，爱会算钱，爱会算钱。我会算钱。我们现在马上去看看这句话怎么运用。走，爱会算钱。哇，怎么有这么多钱啊？有纸票、钞票，还有元国的硬币。哎，难怪我刚刚在那边听到铿铿锵锵的声音，吵死了。刚刚去跟大家收钱，结果纸票、钞票、元国的硬币一堆。我头好晕哦！我帮你算。你这算钱在行吗？等下可不要搞错了，到时候我去银行端钱换错了，你要赔给我啊！我当然会算啊，我会算钱，我会算钱，交给我搞定，好吧？来，100的。哦，这怎么会有美金啊？你收钱，还是有人算错。把这个美银当成新台币来用啊！这另外放好。不会这样，我刚刚算了那么久都没看出来，哇，真的是谢谢你帮忙。脱险，这另外算，你不要再捣乱我。这样总共3596，3596条，3596，记清楚了。好，真的是太感谢你了。复习时间，钞票、纸票。换钱，弯钱，我会算钱，爱会算钱，美金，新台币，行真嘢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鄉下嚟講客家吧。
哦，时代越来越进步，现在的人上街 shopping 不用带1毛钱，只要1张卡就可以走遍天下。但是用信用卡买东西之前，你一定要学会这一句话，堂后了哦。信用卡做 demo， 信用卡做 demo， 信用卡做 demo， 信用卡可以吗？现在我们去学学看怎么用这一句话。来嘿，信用卡做 demo。哎哦，雨儿，你看看。这一双是我梦寐以求的球鞋，我跟你讲，我存钱存了很久，就是为了要买这一双哦。你看看这一双搭配我今天的装扮，穿起来是不是很帅气呀？那我就把这一双买起来，我们去减钱，去付钱喽。好，去减钱。走走走。老板，我想要买这一双，请问这双多少钱？这双1500。1500哦。好，等一下哦。啊！完蛋了，我忘记带皮包钱包了啦。你忘记带皮包你也太粗心了吧！我这里有带信用卡，借你用啊。老板，请问信用卡做 demo， 信用卡可以吗？不好意思今天刷卡机故障哦。雨儿，那你身上有没有现金现借我啊？现金我也不够哦。老板，请问一下，这附近有没有提款机啊？我在出门口的右手边就有一台了。那不好意思哦，你先帮我把它包起来，我去领钱，马上回来。好，走走走。复习時間，付錢、減錢，皮包的，現金，信用卡可以嗎？信用卡做 demo， 提款機，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名人会客室两名共8，今天要邀请的这位名人很厉害，他对数字非常的厉害，懂腔。哎呦，拍摄啊！我係客家人，我係小聰明。我係啊！我是猴子，我应该叫昌明哥，应该叫他侯金明。喂，因为金明没有，因为我觉得数字难不倒你，数还好，还可以。那我们就来考考他关于钱的客家话。OK， 如果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，买完的时候要去付钱给老板，怎么讲？减錢。减钱，就是付钱的意思。付钱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。那减完钱之后呢，你去付的时候，你要问老板说：“老板，多少钱？多钱？”太简单了，给多钱？多少钱？多少钱？那找钱呢？找钱。找钱就是找钱。找钱。那找多少钱呢？找给多钱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来这边学的都跟钱有关系。那总复习一下。来，好不好？第一个付钱，减钱，多少钱？给多钱？给多钱？然后找钱，找钱。找钱，找钱。然后我们刚才有讲到元是元，对不对？元，但是零钱哦，有厉害了。硬币喽，哎呦，元够嘅。你真的会，真的会。好 ，OK。所以今天的这个侯金明先生呢，就来这里跟大家学了一些关于买东西付钱相关的，绝对是这样吧？好不好？希望你有喊张磊了，有赢家来听到了，谢謝啦。安子 C， 复習時間，多少錢？幾多錢？元，付錢，減錢，找錢，硬幣，元角嘅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
一年有很多特别的节日，每一个人也有很多的纪念日，所以呢，当要参加喜庆宴会啦、party 啦、朋友的生日啦、什么等等，你都要特别的打扮。但是当你特别打扮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有人就会很好奇的问你这句话：唐后了，今晡日係乜經日呢？今晡日係乜經日呢？今晡日係乜經日呢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就是好奇啊，你为什么打扮成这样？我们赶快去看看怎么用这句话。走。今晡日係乜經日呢？雖然冇人按講。哎呦，就我高中死党今天結婚，我要当招待，当然要穿得正式一点啊。哦，原来是要参加婚礼才会穿这样哦。还做肯穿裙子啊哦，还做狗掌海穿高跟鞋，算是懂奖，很漂亮。暗自 say， 不过你讲我穿这样，你不也穿得很正式吗？不你黑马给你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今晡日黑马给你嘞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哦？今天是好日子啊！我跟你说，我那个好朋友啊，今天要去高级的宠堂餐厅跟他女朋友求婚，所以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要穿西装，还要打领带，哇，感觉今天是很幸福的日子哎。所以今天我们两个人要加油，一定要好好的表现。好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先走了。复习时间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晡日係乜嘅日呢？今晡日係乜嘅日呢？結婚，裙，高跟鞋，狗掌海，西裝，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祝你生日快乐！赏夜生日是一天很开心的日子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讲，大家一定都不知道，所以你千万要学会这句话哦！注意听哦。今晡日係捱嘅生日，今晡日係捱嘅生日，今晡日係捱嘅生日。今天是我的生日。当你把这句话讲出去之后，哈哈，大家该准备就会准备，要怎么样帮你庆祝，你就可以很快乐的过你的生日喽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怎么用这句话。走。今晡日係捱嘅生日。蔡伟，今天生日啊，蛋糕这么大一个，知道女朋友吗？哦，哎呀，不是女朋友。今晡日係捱嘅生日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所以呢，我特别准备了一个給卵果蛋糕回来跟你们一起吃，可以吗？哇，谢谢尚维，给卵果看起来好好吃哦，快许愿吧。对，许愿啊！第一个呢，来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健康快乐，安尼係青春嘅事情。尚维，这是我们一起送你的生日电路。哦，原来你们早就知道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特别准备了生日电路生日礼物要给我。对啊，而且啊，这才是我们特地为你挑选的束贝哦。束贝，哎，刚好哎，手表啊，来，先藏起来哦。那我们来吃蛋糕啦。复习时间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今晡日係捱嘅生日。今晡日係捱嘅生日，蛋糕，給卵果，健康，天空，快乐，礼物，電路，手表，束表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忙
忙。现代的人呢，忙到忘了今天民国几年几月几号，尤其是忘了今天星期几，所以要听清楚这句话哦。今晡日係拜記，今晡日係拜記，今晡日係拜記，今天星期幾？当然喽，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，你要回答，比方说今天星期一，你就要回答说拜一，星期二拜一，星期六拜六，放假喽。我们赶快去看看这句话怎么运用，走。今晡日係拜記。尚伟，晚上去冲狗唱歌要不要？冲狗唱歌好啊，很久没有去唱歌了呢。不过今晡日係拜記，今天是星期幾啊？今晡日係拜記，今晡日係拜三嗎？今天是星期三。拜三，星期三啊，不行呢，刚好今天我要去学英文呢。最好是那么认真哈。好吧，那明天拜西星期四呢？拜西星期四哦，看一下啊，怎么这么凑巧？不行呢，我要去跳舞啦。好，那就算了，不要约啦。不要这样嘛。还有啊，你看，拜五星期五可以呀，我们拜五去唱歌冲狗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请客。是你邀请我去的呢，怎么会是我请客？应该是你请，好不好？那不要做朋友啦，在干什么啊？哎呀，不要这么难相处嘛。我请就我请，好不好？那就这样说定了。拜五星期五我们去冲狗唱歌 ，OK？ OK。好，去上班。复习時間，唱歌冲狗。今天星期幾？今晡日係拜幾？今晡日係拜幾？星期三拜三，星期四拜四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上班族最想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不要上班，不管是一天也好，半天也好，总之赚到了一天就算啦。这个时候该怎么办？安排接下来的活动呢？你一定想约人家一起出去逛街、看电影、shopping 等等。但是首先你必须确定对方有没有什么事情啊，不然你怎么约他出去呢？这时候你要学会这句话，唐后溜。你下晝愛做乜嘅？你下晝愛做乜嘅？你下晝愛做乜嘅？学会了这句话，你就可以顺利的约人去喽 ，Go！ 你下晝愛做乜嘅？喂，尚伟，你在哪里啊？你今天要工作吗？雨儿啊，我在家啊，我今天不用工作，我现在啊很悠闲的躺在沙发上。躺饮听音乐啊！啊，太好了！你下晝愛做乜嘅？你下午要做什麼啊？嘿嘿，我跟你讲，我跟我一群好朋友约好了要去钓鱼哦。哦，这很难约，每次都约不到。那你下晝會做乜嘅？你下午要做什麼？哇，我本來想要約你一起看表演啊，看表演。我這裡呢有2張免費的票，算了。看表演哦，看來我只有找別人嘍。那下次啊有這種好康的，不要忘記我呢。好啦，拜拜。哦，拜拜。复習時間，工作，聽音樂，躺音樂。你下午要做什麼？你下晝愛做乜嘅？你下晝愛做乜嘅？釣魚，釣魚嘅。看表演，看表演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没人会
会客室妙宁共哈巴，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这一位头衔很大哦，行破豆哈嘎王新宝岛客家王，我们来欢迎黄连玉大哥。哎，上回好。你好。平常啊，因为两门做阿爸的嘛，做阿爸哦，阿爸每3兆生意哦。那今天这个主题懂适合你，就是每天晚上啊，大概11、2点，中晚可以事情做阿爸。哦，阿妹妹11、2点懂呀，是一天都做生意去甩木。好，那黄大哥，那现在我来中养生意呢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来把这一段演一次给大家看，看会用到哪一些客家话哈。好，开始，阿弟。那个事情，夜下几多点还唔去睡么？夜下几多点呢？现在几点了？还唔去睡么？还不去睡觉？夜下张11点，听才11点而已啊！忙得死，还早嘞。嘛该11点，我12点诶。啊，按夜诶，按夜诶，这么晚了。当爸爸每天都会说按呀这么晚了还没去睡梦，那这时候我搞一下有嘛该关系，再玩一下有什么关系？做唔对，当然就搞到3更半夜，我去睡梦天哥一行我上課，当然就搞到3更半夜，3更半夜，3更半夜。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的，现在几点了？夜下几多点？还早，忙得死，这么晚了。按夜诶，3更半夜，3更半夜。谢谢黄大哥，安子先。复习时间，现在几点了？夜下几多点呢？夜下几多点呢？这么晚了，按夜诶，按夜诶。3更半夜，3更半夜，3更半夜。还早。忙得死，忙得死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下 Q 下嚟講客家話。快了！台湾的夜市美食，世界有名，世界有名。告诉你，在通化街夜市里面就有很好吃的日本料理哦。介绍给人家吃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这一句话，然后了夜间店动有名，夜间店动有名，夜间店动有名，这间店很有名，赶快吃生鱼片喽！夜间店动有名。来，这家赞的啦！哇，这间蠢堂餐厅感觉好有特色，好温馨哦，是日本料理，日本料理耶。不知道会不会很贵啊？它的咖丝价钱很广东合理哦，不用担心。我刚看这家店的名字啊，这家店是不是董有名很有名啊？你内行，猛冲，没错。夜间店董有名，这间店很有名哦，像实在好味道啊，很多节目都有来采访，你放心。而且啊，来过的人呢都算称赞这里的东西很好吃。哦，难怪哦，我肚子饿啦，去搞点餐啊。那老板，我总共要呢2份常沙西米生鱼片，还要2碗 Q 夫蜜姜红豆腐味噌汤。好，马上来，谢谢。好吃，好吃，哎，好好吃嘛，好不好吃？好。有吃饱吗？有没有吃饱？有。韩版还能来吗？下次还要来吗？要。你请客好不好？好。耶！哈哈哈哈！复习时间，日本料理，日本料理，日本料理。价钱，加丝，加丝。合理，广东，广东。这家店很有名，夜间店董有名，夜间店董有名。称赞，说，说，饱，爆，爆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下 Q 下嚟講客家話。当你
发薪水或中大奖的时候，你要小心哦，你周遭的人会虎视眈眈的要你请客，这时候你要表现大方，说这一句话，听清楚喽。今晡日爱請你就吃飯，今晡日愛請你就吃飯，今晡日愛請你就吃飯。今天我請你們吃飯，很大方吧？趕快去看看怎麼用這句話。走。今晡日愛請你就吃飯。上官，你今天什么事这么开心啊？你看得出來我今天懂胸，很開心哦。是啦。哦，你是談戀愛還是中大獎？對一半，對一半。再猜猜看，猜對有獎哦。哎呦，你就快點告訴我嘛。我跟你講，今天統一發票開獎，我中了4000塊，還有老闆犒賞員工，分獎金發獎金。我跟你講，我今天懂好運，愛懂好運，我很好運，很幸運啦。哎，那你要請吃飯哦。當然沒問題，請你吃飯 OK 啊。哦，當然不是請我啊，是要請全部的人吃飯哦。全部？那有什麼問題？我跟你講，我一點都不小氣，我很大方，愛唔愛唔攀的，我不會捨不得的。你去跟他們講，今晡日愛請你就吃飯，今天我請你們大家吃飯啊！耶！哎耶！吃飯。複習時間，很高興，懂胸，懂胸。發獎金，分獎金，分獎金。我很好運，愛懂好運，愛懂好運。今天我請你們吃飯，今晡。專家說多吃水果長保健康，但是水果最重要的就是要新鮮哦。當你吃到新鮮的水果的時候，你就可以這樣說。然後呢，呀，購字懂齊，呀，購字懂齊，呀，購字懂齊。這水果很新鮮，記清楚咯。我們趕快去看看怎麼用這句話。走。呀，購字懂齊。女兒，這麼多水果，你要去大拜拜啊？沒有啦，就我最近準備考試啊，然後又熬夜的，你看我的臉都是痘痘，所以就想說吃點水果補充維他命 C 還有維生素咯。哎，可是有這麼多啊！你看這個吃柿子，還有這個葡萄，還有柑妹、橘子哎，我跟你講。我最喜歡吃這個柿子咯，我吃吃看哦。呀，購字懂齊，這水果很新鮮哎。這是奶挑選超久的耶。女兒啊，安琪跟購字這麼新鮮的水果，你去哪裡買的？哦，這不是買的啦，這是我們全家去果園現摘的哦。哦，難怪。呀，購字懂齊，這個水果這麼新鮮啊！女兒，我有一個好的 idea 哦，我們可以把這些水果啊，把它打成購正果汁。哎，打成果汁，不錯哎。好，那我來把它洗洗吧。複習時間，橘子、柑妹、柿子、吃哎，葡萄。這水果很新鮮，呀，購字懂齊，挑選，top，果汁，購字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分享客家鄉下嚟講客家話。酸甜苦辣鹹，每一個人喜歡吃的口味都不一樣。當然，吃東西的時候最重要就是要選一個你自己最喜歡吃的口味啊。所以你要問才會選到你最愛吃的口味。這時候你要說這句話：
呀黑马给米西给，呀黑马给米西给，呀黑马给米西给，这是什么口味的？学会了这一句话，当然你就可以挑到你喜欢吃的口味喽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句话怎么使用。走，呀黑马给米西给。那现在啊是下午休息时间，是不是应该换你贝尔斯一哈表示一下？里面有一家面包店，它的面包浓厚丝，我请你吃。尚伟，这边的面包随你挑，我请客。那你介绍几种好吃的口味啊？这个还有这个，这两个看起来很像哎。亚黑马给米西给，这是什么口味的？这个呢是哈梅咸的，里面包的是肉松。哦，是哈梅咸的，里面包的是肉松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卡梅甜的，里面包的是奶酥。好吃吗？超好吃，我喜欢。这个，它里面有火腿，还有鸡肉。哦，这个是沙拉嘛？那它也是哈梅咸的，而且你说它里面有包鸡肉、鸡蛋，还有火腿。那你也喜欢对不对？那我们一人一个。好，那女儿啊，这样子之外，我还可不可以再多挑一些啊？当然可以啊。复习时间，面包，这是什么口味的？亚黑马给米西给，咸的，哈梅，鸡蛋，鸡卵，甜的，甜咩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名人会客室两人共客家，今天来到我们课堂的两人是一个非常帅气、非常优秀的主持人兼歌手，我们来欢迎小鬼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鬼。今天我来找你是为什么？因为啊，你之前不是说你交了一个客家女朋友吗？没错。然后你已经邀请她去你家吃饭了。哎呦，你真的都有在 follow 我的事情。当然了，我们是好朋友啊，好朋友啊，对，所以说我带她来我家吃饭，那当然我要露一手厨艺啊，煮饭啊。那你煮完她吃完之后，你有没有问她？当然问她，你吃到后什么？哇，你吃到后什么？对，觉得好吃吗？对。哎，那他怎么回答？你一定很满足吧？他就说，好吃，好吃。对，哎，这样等于就失败了。哎，好吃就是不好吃，原因后面跟我讲的原因。你的酸辣汤太辣，太辣，还有嘞，你的酸辣汤太酸，太酸，对。所以酸辣汤又辣又酸，太辣又太酸，对，就这样不 OK， 太过火了。但还有他觉得我的炒苦瓜，太富太苦了，对，所以你煮的东西又太酸又太辣又太苦，那岂不是失败？哎，也不是失败。哎呀，其实应该是说失败中呢，还求得了一些进步的空间。OK 啦，反正至少他是握着你的手，他不是这样啪一巴掌之后说好吃。没错，所以 OK， 你们有机会。谢谢小鬼，谢谢小鬼。复习时间，你觉得好吃吗？你吃到后什么？不好吃，好吃，酸，苦，辣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睡觉是人生的一件大事，尤其是当你做到美梦的时候，哇，多么的好！但是这个时候，如果听到这一句话，你会超级闷。是什么话呢？听清楚了。爆红肿瘤，
后轰冲六，后轰冲六，起床喽！哇，多么的闷啊！怎么闷法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，走。后轰冲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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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床啦！啊！七早八早，七早八早，你在叫什么？黑马给啦！已经不早了，都已经早晨早上10点钟了，太阳都晒屁股了，还不起来，上班要迟到了。哦，10点钟上班啊，上班要来不及了。不对啊，昨天拜六，我跟我的朋友去唱歌，唱到天亮才回来。今天是礼拜日，今天是星期天，今天不用上班，不用上班好不好？哦，怎么可能啊！一定要上班啊！你起来啦，快点起来！我说今天星期日，你自己看今天星期几，不要吵我。我看啊，真的哦，今天是礼拜日，今天是礼拜天哦。是哦。好。出去。我不吵你哦，哇，高兴啊！出去。哦。复习时间，起床喽！后轰冲六，后轰冲六，大清早，7早8早，7早8早，早上，早晨，早晨，星期日，礼拜日，礼拜日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突然多了这么多事情，你说说看，我跟人家约会怎么可能会来得及呢？唉，真是人算不如天算，天算不如人算呢。这个时候人家问你说，哎，你到底来不来得及啊？你要学会这句话哦。然后了，夫唔灿，夫唔灿，夫唔灿，来不及。现在呢，赶快去看看怎么用这句话。来嘿，夫唔灿。喂，雨哦，矮迪，我知道，今天晚上有约，乃会到。不过我今天事情比较多耶，可能还要半小时才可以处理完。我怕可能会父母茶来不及耶。那万一我父母茶来不及的话，就麻烦你们等一下喽。好啦，我半小时之内一定都到达。好了，先这样，拜拜。盛伟啊，你确定这个半小时处理得完吗？所以我说啊，你不要吵我，我就做得完啦。上来啊，这今天要给我我的妈呀！今天给我。阿妹哎，怎么这么多事情啊？等一下，我想等你全部处理完，早就已经父母餐来不及了。我建议你要不要先把东西先分类一下，急的先用，不要全部都挤在一起，这样比较有效率啊。不然等你做完，早就已经来不及，就不用去了啦。对哦，我应该照你说的，把所有的事情先分类。复习时间，我知道，矮迪，半小时，半点钟，来不及，夫唔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到达，多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暖和的春天，酷热的夏天，凉爽的秋天，接下来当然就是糖后溜，很甜多了嘞。
寒天到來嘞，寒天到來嘞，冬天到嘍。在这个季节，最要注意的就是保暖哦，千万不要为了爱睡唔惊老皮醉，这样是很容易寒到感冒的哦。赶快来看看今天要学的客家話來去。寒天到來嘞。 哎，雨儿，你是怎样啊？感冒了？没有啦，就寒天都冷了，冬天来了，冷啊！当然啦、哦，寒天到了嘞，冬天到了，这么冷的天气，你穿这么少，当然会寒到感冒啦。你至少要穿一件 V 神衣、卫生衣，或者是穿一件蓬纤伞毛衣，这样才不容易寒到感冒。可是我就不喜欢穿 V 神衣跟蓬纤伞吗？看起来像包肉粽哎，又胖又丑的。你真的是爱睡唔惊老皮醉呢！我跟你说，现在的 V 神衣、卫生衣都做得很好，又薄又小暖暖和，不会穿起来像包粽子啦。切！看来我真的要穿 V 神衣了，不然我真的会很多感冒啊。对啊，到时候寒到感冒就不得了了，赶快回家多穿几件衣服再出来啦。复习时间，冬天到了，寒天到來嘞，寒天到來嘞，冷，卫生衣， V 神衣，毛线衣，蓬纤衫，感冒。 寒到，暖和，小暖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， Q 下嚟講客家話。